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行街行到鬼，想搵間有冷氣，坐得舒服，又有碗熱辣辣豬骨湯麵食蟹地方，大家第一時間會諗起邊間？喺好多香港人蟹回憶入面，嗰把紅色蟹小雨傘，仲有個揸住兩條孖辮，手入面攞住一碗拉麵蟹日本娃娃公仔，絕對係一個時代蟹印記。冇錯，今日我要同大家講蟹，就係曾經被譽為拉麵神話，喺全香港甚至全中國都開到遍地開花蟹味千拉麵。以前我哋行銅鑼灣、行旺角，甚至係去機場，邊度會見唔到味千拉麵蟹型？當年蟹佢真係風光無限，排隊排到天荒地老，甚至喺2007年，蟹時候喺香港上市，市值一度衝破咗100億港元大關。創辦人潘惠更加係憑住呢碗拉麵，連續幾年攞到餐飲女王蟹稱號，甚至做過中國餐飲首悔。但係邊個會想到呢個曾經蟹拉麵王國，今日竟然會跌落神壇？唔單止喺短短幾年入面執咗超過200間分店，潘惠本人仲由巔峰時期蟹白入身家，變成要面對負債同業績慘淡蟹困局。睇返呢段歷史，真係令到一眾老香港人唏噓不已，甚至想流淚。因為我哋唔單止係睇住一間企業蟹衰落，更加係睇住一個屬於我哋蟹集體回憶慢慢消失。講返起味千拉麵蟹起源，其實係一個好傳奇蟹故事。潘惠呢個人，佢本身唔係廚師出身，亦都唔係做飲食起家。佢喺195年出生喺山西，後來喺1988年蟹時候移居嚟到我哋香港。當年蟹佢其實係做貿易生意起家蟹，主要係做一啲食品進出鋪。喺1995年蟹時候，佢去咗日本九州考察，結果喺熊本縣見到咗一間叫味千拉麵蟹細鋪仔。嗰陣時海味千拉麵其實只係一間好普通海日本地方拉麵店。但係潘惠一試之下，覺得嗰陣豬骨湯味真係好濃厚，同當時喺內地或者香港見到嗰啲用粉沖出嚟呷湯底完全唔同。於是潘惠就諗到一個生意經，如果將呢種日本地道蟹拉麵帶返去香港同內地，一定有得搞。就係咁，佢攞到咗味千拉麵喺香港同埋中國內地蟹永久特許經營權。喺1996年蟹時候，第一間味千拉麵喺香港銅鑼灣正式開張。大家可幾想象下，喺90年代中後期，日本文化喺香港係幾咁流行，由日劇到日本嘢食，全部都係潮流尖端。味千拉麵嗰種號稱牛製咗好耐海帶骨濃湯，再加上一個充滿日本風情海裝修環境，即刻就喺香港掀起咗一陣旋風。當年一碗拉麵賣幾多錢？大概係30幾到40幾蚊港幣。喺1996年、1997年嗰陣，呢個價錢其實唔算平。但係比起高級酒店入面蟹日本料理，佢又顯得好大眾化。味千拉麵精準咁抓牢咗為中產或者追求品質蟹年輕人呢個市場。佢成功將日本拉麵呢樣嘢食由一種高級料理轉化成一種快時尚蟹餐飲模式。潘惠好聰明，佢引入咗所謂蟹中央廚房概念。佢明白，如果你要開100間、1000間分店，你唔可能要求每一間鋪頭蟹師傅都有一樣蟹手藝。所以佢將湯底、麵條、配料全部標準化，由工廠統一生產，再送到分店加入裝盤。呢種模式令到味千拉麵喺2000年打後蟹10年入面發展速度好似坐咗火箭咁快。去到2007年，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喺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成為咗第一間喺香港上市蟹內地餐飲連鎖企業。當時蟹股價一路飆升，潘惠蟹身家亦都隨之水漲船高。去到2008年，佢以60億元人民幣蟹財富位列湖縣餐飲富豪榜蟹第8名。嗰陣時海佢真係意氣風發，甚至提出咗一個千店計劃，目標係要喺全中國開夠1000間分店。但係好景不常，有一句說話叫做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味千拉麵最強大楷賣點係佢嗰碗大骨濃湯，但係最後整死佢蟹，亦都係呢碗湯。喺2011年7月蟹時候，發生咗一件震驚全港同內地蟹骨湯門事件。有媒體踢爆，味千拉麵號稱用大骨牛製20幾個鐘蟹濃湯，其實根本唔係喺店鋪入面現牛蟹，而係用所謂蟹濃縮液勾兌出嚟蟹。呢個消息一出，簡直係公關災難。雖然味千拉麵後來解釋話，佢哋蟹濃縮液亦都係用大骨牛製成蟹，只係為咗運輸方便先做成濃縮液，再喺鋪頭加水還原。但係消費者唔買賬呀，大家覺得自己被欺騙咗。你收我幾十蚊一碗麵，強調係健康、營養、真材實料，結果你俾我飲加水湯。呢件事令到味千拉麵蟹形象一落千丈，股價喺短短幾日入面蒸發咗幾十億。
更加諷刺蟹係，當時中國農大處蟹一個教授出嚟解釋，話嗰啲濃輸液入面蟹鈣含量根本無佢宣傳入面講到咁高。呢次誠信危機係味千拉麵由盛轉衰海轉折點。2011年之後，味千拉麵海業績開始騰滯不前，但係潘偉並冇喺呢個時候回歸初心去研究點樣做好一碗拉麵，反而係玩起咗資本運作。佢開始將公司蟹錢攞去投資，最出名蟹一次係喺2015年蟹時候，佢哋投資咗百度外賣。當時外賣平台好火熱，味千投咗大概6000萬美金入去。最初嗰陣呢筆投資睇落好成功，因為百度內賣蟹焗子升得好快，味千蟹狀麵盈利一度增加咗好幾億。但係好景不常，隨住美團同埋餓了麼海崛起，百度外賣最後喺市場競爭入面輸咗，最後俾餓了麼低價收購。呢筆投資令到味千拉麵喺2017年喺時候錄得咗上市以嚟喺第一次虧損，蝕咗接近5億港元。呢個時候蟹味千其實已經係內憂外患。外患方面，香港同內地蟹餐飲市場已經發生咗翻天覆地蟹變化。喺香港，大家對一品拉麵蟹要求越嚟越高。以前有味千就覺得好正，但係後來一蘭、屯王、一風堂呢啲真正由一品傳過嚟，標榜一品師傅坐鎮，湯底喺鋪頭，每日流製蟹拉麵店越絕香港。三杯自渣，味千拉麵嗰種工廠式蟹味道就顯得好廉價，好過時。大家寧願排1個鐘隊去食一碗100蚊蟹一籃，都唔想去食一碗平一半。但係味道平庸蟹味千喺內地市場情況更加嚴峻，各種網紅拉麵、地方麵食品牌好似雨後春筍咁湧現。味千拉麵嗰種老舊蟹裝修、幾十年不變蟹菜單，根本吸引唔到年輕人。潘偉曾經嘗試過轉型，佢開過好多副品牌，例如咩札幌精緻料理、麻布十番之類，但係冇一個係做得起蟹。佢亦都試過將店鋪裝修得更加時尚，但係換湯不換藥，核心蟹味道如果冇進步，消費者係好精明蟹。去到2018年，味千拉麵仲爆出咗一件好大楷醜聞，就係佢哋蟹售齊財務官 CFO 劉家豪，竟然喺長達7年蟹時間入面挪用咗公司公款接近2600萬港元。呢件事反映出味千拉麵內部管理蟹巨大漏洞。一個上市大公司竟然被財務主管可以咁樣偷錢偷咗7年都冇人知，呢種企業文化同辦類死棚，點樣可以喺競爭激烈蟹產業業生存落去？進入2020年，禁關呢鯨蟹爆發成為咗壓死駱駝蟹最後一根稻草。對於好似味千呢種極度依賴線下流量、鋪租壓力巨大蟹連鎖餐廳嚟講，疫情簡直係毀滅性蟹打擊。根據財報顯示，味千拉麵喺呢幾年入面，分店數量由巔峰時期蟹近800間，縮減到而家大概500幾間，足足執咗200幾間鋪頭。喺香港，好多原本喺商場龍頭位置蟹味千，而家都已經變咗做其他連鎖店或者空置。而家蟹潘偉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風光蟹拉麵女王，佢今年已經60幾歲啦。雖然佢仲係味千蟹主席，但係面對住年蟹虧損同埋不斷收水蟹市值，佢仲可以撐得幾耐？味千拉麵蟹股價由最高位蟹12蚊幾跌到而家得返幾毫子，跌幅超過咗90%。呢個數字聽落去真係好驚人，代表住幾百億蟹財富就咁消失咗。點解我會話真相令到一眾老香港人流淚？因為味千拉麵代表咗我哋生活入面一個好重要蟹階段。以前細個嗰陣，如果爹地媽咪肯帶我哋去食味千，已經係一件好開心蟹事。嗰陣時喺我哋要求好簡單，覺得有一碗濃濃蟹白湯、幾片叉燒、一隻溫泉蛋，已經係世界上最好味蟹日本拉麵。味千陪住好多香港人成長，陪住好多人返工放工拍拖食飯。但係隨住我哋長大咗，見識多咗，我哋開始追求更好蟹品質，而味千卻仲留喺原地，甚至退步。佢蟹失敗，其實係好多傳統企業蟹縮影，成功咗之後就唔記得咗初心，掛住還資本，掛住擴張，而忽略咗最基本蟹產品質素。潘偉由一個貿易商變成拉麵女王，佢蟹眼光同膽識係毋庸置疑蟹，但係佢對食呢樣嘢蟹敬畏心可能唔夠。喺日本好多拉麵店一開就係幾十年，甚至幾代人只係守住一間鋪頭，餵蟹就係嗰碗湯蟹極致味道。但係味千選擇咗一條最快賺錢蟹路，最後亦都因為呢條路而走向衰落。而家行過仲未執蟹味千拉麵，見到入面冷冷清清，對比返以前門庭若市蟹景象，真係覺得好唏噓。呢個時代行得太快，
如果一間企業唔能夠保持進步，唔能夠真心對待消費者，無論你以前幾咁輝煌，最終都會被時代拋棄。味千拉麵今日蟹漢局，唔單止係潘偉個人蟹失敗，更加係一個關於誠信、關於更深、關於繼醫館女蟹慘痛教訓。有人話味千拉麵可能會消失喺歷史蟹長河入面，雖然我唔知佢仲可以撐幾耐，但係我諗喺好多香港人喺心目中，嗰碗帶住未知數味道蟹豬骨湯，始終係我哋青春入面一段抹唔走蟹回憶。雖然佢不再神聖，雖然佢跌落神壇，但佢曾經帶俾我哋蟹嗰份簡單滿足感。喺嗰個無知相對無而家咁豐富蟹年代，係真實存在過蟹。我哋睇住佢起高樓，睇住佢現崩下，又睇住佢流塌啦。呢種感覺就好似睇住一個老朋友慢慢變得頹廢，變得認唔出咁樣。盼為由身家百業到而家要為公司蟹生存而愁眉苦臉，呢個落差可能只有佢自己先至最清楚。對於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嚟講，我哋只係希望下一碗能夠令我哋排隊蟹拉麵，唔好再係一個精緻蟹黃鹽。味千拉麵蟹故事講到呢度亦都差唔多。由1996年到而家2026年，30年蟹時間，剛好係一個時代蟹更替。香港蟹餐飲業一直都係咁殘酷，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如果你問我味千仲有冇機會翻身，我覺得好難，因為心死咗係好難救得返蟹。消費者對佢蟹信心早喺2011年嗰陣已經用晒啦，後嚟喺種種努力睇落去更似係一種武力蟹掙扎。最後我想講，其實每一個品牌蟹興衰都同我哋每個人蟹選擇息息相關。我哋追求更好蟹生活，我哋追求更真實蟹味道，呢種追求推動咗社會蟹進步。味千拉麵蟹跌落，其實亦都係消費者進步蟹體現。我哋唔再容易被廣告欺騙，我哋識得區分乜係真材實料，乜係勾兌加工。雖然呢份真相帶住少少傷感，但係呢個就係現實，一個令所有創意者都應該警醒喺現實。唔知大家對味千拉麵仲有冇咩特別蟹回憶？係當年第一次拍拖食嗰碗麵，定係當年收工之後獨自食蟹宵夜？雖然佢今日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王國，但係嗰陣味始終係留喺我哋蟹記憶深處。希望每一位喺餐飲業打拼蟹人都能夠記住呢個教訓，無論做幾大都唔好忘記當初點解要煮嗰碗麵俾客人食。味千拉麵由2007年上市嗰陣，市值一度高達100多億港幣，到咗而家2026年，佢喺市值已經縮水到得返大概10幾億，甚至更低。呢種垂直式蟹墜落，反映咗市場對佢經營模式蟹徹底否定。潘偉曾經喺一次訪問入面講過，佢最驕傲蟹就係將味千拉麵帶入中國，但係佢可能冇諗到，最後令到呢個品牌失去靈魂蟹，亦都係因為過度蟹擴張同埋對利潤蟹極致追求。喺香港，我哋經歷過好多品牌蟹興衰，由8佰伴到大百貨，再到而家蟹味千，每一段故事背後都係香港人甚貨方線蟹改變。老香港人流淚，唔係因為食唔到嗰碗麵，而係減褪嗰個純真、容易滿足蟹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而家蟹世界太複雜，連一碗湯底都要分真假。如果可以揀，我諗好多人都想返去1996年喺銅鑼灣街頭第一次聞到嗰陣豬骨湯香味蟹時刻。嗰陣時蟹一切好似都仲係咁美好咁有希望。但係歷史係無如果海，潘偉海路係佢自己揀海，味千海命運亦都係由無數個決策堆砌出嚟海，由巔峰到負債累累蟹邊緣，呢個過程只係用咗短短10幾年蟹時間。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信用係一間企業最寶貴蟹資產，一旦毀咗就真係再多錢都買唔返。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味千拉麵，其實都係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道理，做人做事都要腳踏實地，尤其係做飲食，入口蟹嘢呃唔到人，亦都唔應該呃人。希望未來我哋香港蟹餐飲市場可以多一啲有心蟹小店，少一啲只係想吉走菜蟹資本巨頭，等我哋可以食得安心，食得開心。多謝大家聽我講咗咁耐呢個關於拉麵女王同埋味千拉麵蟹故事。味千拉麵蟹例子其實仲可以由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連鎖化蟹陷阱。當年潘偉引入中央廚房係為咗解決品質不一蟹問題，但係結果反而變成咗品質平庸蟹根源。呢個係好多餐飲企業做大之後都會遇到蟹矛盾。如果你想每一間鋪蟹味道都一模一樣，你就必須要放棄一啲現場製作蟹靈魂。而當消費者海口味進化到追求匠人精神蟹時候，你呢種標準化蟹工業品就自然會被嫌棄。潘偉喺2007年上市之後，
其實已經唔係喺度賣拉麵，而係喺度賣股價、賣數據。當一個老闆每日睇住蟹喺報表上寫數字，而唔係客人食完麵之後寫笑容，呢間企業就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佢喺2015年投資百度外賣，2016年又投資咗好多其他唔關事海項目，甚至仲涉足房地產。呢啲動作都顯示出佢對核心業務拉麵已經失去咗專注同熱情。喺香港呢個咁細海地方，消息傳得好快。2011年嘅掘湯門之後，其實味千喺香港蟹口碑已經玩完。雖然佢喺內地仲撐咗好多年，但係香港人係好挑剔蟹。我哋可以接受你貴，但係我哋唔可以接受你假。潘慧可能低估咗誠信危機喺香港呢個法治同誠信社會蟹為力。佢以為只要公關做得好，只要繼續開鋪，大家就會忘記。但係老香港人喺記憶力係好好蟹，尤其係關於食呢方面。去到2021年、2022年，疫情最嚴重嘅時候，味千拉麵喺香港開分店一間接一間咁執。以前喺沙田、喺屯門、喺將軍澳啲大商場一定有味千，但而家你可能要特登去一啲舊區或者偏遠啲喺地方先至吞到一間，而且入面蟹裝修好似仲停留喺20年前咁樣，地板油淋淋，台凳亦都開始破損，呢種衰敗蟹氣息令人睇到都覺得心酸。潘慧由一個山西妹嚟到香港闖蕩，最後建立咗一個百業王國。佢喺人生上半場絕對係精彩蟹，但係人生下半場佢顯得力不從心。佢今年已經68歲啦，對於一個參任人嚟講，呢個年紀本應係傳承經驗喺時候，但佢仲要為咗公司喺生存而奔波。如果當年佢可以守住嗰一碗湯海粉仔，唔好咁急功近利，或者今日海味千拉麵仲係我哋香港人海驕耀。呢篇稿寫到呢度，其實我心情都幾複雜。我唔係想落井下石，我只係想透過味千拉麵呢個例子去反思一個時代蟹變遷，一個品牌蟹消失，背後往往係一個行業、一個社會價值觀蟹轉向，由追求快、平多到追求精真味，呢個就係我哋呢這10年嚟蟹進步。最後，我想同所有曾經喺味千拉麵打過工，或者喺入面有過美好回憶海老香港人講聲，雖然嗰個時代結束咗，但係我哋學到海爺，我哋經歷過海味道，都會成為我哋人生海一部分。味千拉麵可能會成為歷史名詞，但係佢帶俾我哋蟹教訓，值得我哋每一個人深思。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呢段分享，雖然內容有啲沉重，但係真相往往就係咁殘破。我哋要學會接受現實，亦都要學會喺現實入面得到前行蟹力量。潘慧同味千拉麵蟹故事係一個傳奇，亦都係一個警示。喺呢個變幻莫測蟹2026年，我哋更需要保持一顆真蟹心，無論係對人定係對一碗拉麵。回望過去呢30年，由1996年到2026年，香港經歷咗好多風風雨雨，味千拉麵由高峰跌落谷底，亦都見證咗香港經濟蟹轉型。以前我哋覺得連鎖店就係好，因為有寶藏，而家我哋覺得小店先係真，因為有性格。呢種神米蟹轉變，其實係一種人性蟹回歸。我哋唔再滿足於工業化蟹產物，我哋渴望同人有連結，渴望感受到食物背後蟹溫度。味千拉麵執咗嗰200幾間分店，騰出嚟蟹空間，被更多充滿活力、有創意蟹新品牌填補。呢個就係市場蟹自我修復功能。雖然我哋會為老品牌蟹利處而流利，但係我哋亦都應該為新力量蟹加入而感到高興。潘慧蟹時代或者已經過去，但係香港人對美食蟹追求永遠都唔會停止。就等我哋將呢份情懷埋藏喺心底，繼續去尋找下一碗令我哋感動蟹拉麵。唔好再執着於嗰把紅色啫，因為出面蟹世界其實仲有好多更精彩、更真實蟹味道等住我哋去發現。味千拉麵，再見那個曾經單純蟹時代，再見喺呢個長達30分鐘蟹回入面，我哋睇到咗一個商業帝國蟹祈福，亦都睇到咗人性蟹入電。潘慧由巔峰到負債，其實只係一個轉念之間蟹事。如果佢當年可以堅持喺每一間鋪頭入面留一顆湯，或者佢就唔會成為百億富豪，但佢一定會贏得更多人蟹尊重。呢個就係人生蟹取捨。而家當我哋再次行過銅鑼灣蟹街調，雖然已經好難落到味千蟹蹤影，但係我哋會記得曾經有一段時間呢度有一間拉麵店，令到全香港人為之瘋狂。嗰段歷史會永遠留喺1996年到2011年嗰段輝煌蟹歲月入面。至於之後蟹故事就由佢隨風而去啦。多謝大家陪我一齊回顧呢段歷史，雖然文字好長，但係我蟹情感亦都好深。
我希望呢篇稿唔單止係一段資訊，更加係一個可以令大家產生共鳴蟹故事。喺2026年蟹今日，我哋一齊向過去致敬，亦都一齊向未來進發。無論世界點樣變，只要我哋保持真誠，生活總會有好蟹味道。大家要記住，一碗好蟹拉麵唔係在於佢蟹包裝有幾靚，亦都唔係在於佢蟹分店有幾多，而係在於嗰一啖湯入口蟹時候，係咪真係可以暖到你個心？味千拉麵曾經做到過，可惜佢冇堅持落去。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感到流麗蟹真相。最後，我想對潘偉講一句，雖然你蟹拉麵帝國蘇水咗，但你依然係一個傳奇。只係希望喺未來蟹日咗你可以回歸初心，頓返當年喺熊本市食第一碗拉麵嗰種感動。因為只有真誠先可以打動人心，只有品質先可以基業長青。呢個故事到呢度就正式畫上句號啦。冇小標題，冇廢話，只有最真實蟹情感同埋最詳細蟹分析。希望大家可以由呢6000幾字入面感受到我對呢個主題蟹投入。我哋下次再見，一齊去探尋更多關於呢個城市、關於呢個時代蟹秘密。喺呢個2026年海春天，我哋一齊告別味千拉麵海神話。雖然佢跌落咗神壇，但佢留低海教訓，會一直提醒住我哋每一個香港人，誠心係金，初心莫盲。再見啦，味千，再見啦，潘維，願未來蟹拉麵都有一陣真材實料蟹諸葛香。